深圳過嚟啊！對。嗨，大家好，又係錦田水頭村，今日就好有嘉年華嘅氣氛，又有圍村嘅傳統面貌。10年一屆嘅酬恩建醮啱啱落幕，不就另一盛事獅王爭霸同埋美食嘉年華，聽日開始仲係神功戲。醒獅拜完神，大家就好好打卡。就喺廣場個空地舉辦為期7日嘅圍村內地東南亞美食嘉年華，蘿蔔糕、芋頭糕、馬蹄糕。依家都食得㗎咯喎，因為依啲咧我哋全部人手做嘅。呢個邊個？呢個先生嘅嗰啲嘢，馬蹄係咪？馬蹄係啦，芋頭每人1件係啦。芋頭我切好啦。真係好正啊！真係好正。多謝，好開心啊！好食好食啊！呢位應該係圍村老闆啊，佢啲嘢好唔好食？你見過幫佢擺咗馬蹄糕拎走就知啦。呢啲黃酒應該係米酒嚟嘅。3天啊！今日大氣棚裏邊啊，舉辦粵港澳醒獅爭霸，有28隊隊伍參加，即場評分啊！由於比賽嘅場地喺戶內啊，受咗人流嘅限制，咁啊只能夠影幾鏡到此一遊。今年係新界鄉議局成立18週年，鄉議會係新界傳統一個好重要嘅議會。今日大棚嘅盛事就係醒獅爭霸，聽日開始1連6日就係神功戲，就喺5000座位嘅大氣棚演出神功戲。喜歡粵劇嘅千祈唔好錯過。有6個大觀上係唔係俾人睇嘅？你可以睇嘅，又係7點幾啊，7點3，唔係俾人睇嘅。好。少咗圍村嘅茶果啊！泰國美食都有啊，就幫襯咗酸辣鳳爪。臨走佬俾我見翻佢，圍頭茶果，大家一定要試啊！價錢又唔貴。入邊有花生嘅，20蚊。有冇花生茶果啊？冇，呢個綠豆溝少少花。哦，OK，好啊，1個啊。做到幾耐啊？呢度做到幾耐啊？嚇？呢度做到幾耐啊？呢個禮拜都做。呢個禮拜。呢種係咩嚟㗎？呢種係？福界糕。福界糕。後嘅糕點、南乳同埋花生葱咁樣溝連埋。終於俾我食翻圍頭味嘅茶果。我係 Alan， 大家如果中意我哋嘅介紹，請多啲互動 ，subscribe 俾 like， 跟住嚟介紹去水頭村嘅交通。好啦，就喺度同大家講拜拜啦！就喺港鐵美孚站轉車屯門線，喺屯門線錦上路落車，就喺 C 出口，出咗站去小巴站，坐601B 小巴，直達目的地。